家长伫庙口跳着两仪式上定法，虽然骹部有一寡青粉，也毋过嘛是有模有样。嘉义集合堂伫文化局的规划之下，头摆甲现代历史系合作开设课程，要学画百家将的面谱，跳传统的骹步手路，而且出场是表演性质，所以女性嘛会当来跳。这个查某囡仔的身份，我有一寡时阵就是伫庙会啊，还是就有一寡阻碍。修这个课了后，发现一寡东方人的身体。伊细汉就是看伫边看尔，即马伫内底安尼演，学过因的文化，移过安尼就真正无简单安尼。阮这段大部分拢是跳定法，有诶可能是两个做伙跳，阮呢通常拢是后壁迄个四大神甲四鬼做伙跳。集合堂家长团高达900档，2009年订立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，煞伫2013年不幸发生火灾。经过11档的重建，神庙总算落成。二火安做即天，宝桃城沙海镇是家长，桃园港铁会馆百家将顶团嘛拢来热烈。规定开始啊，完全无钱，靠全国安尼落去募款。阮家己坚持，阮该坚持的文化，不只希望讲恢复以前的光景，甚至互较侪人会当来接受家长的文化。这个集合堂的一个重建，除了代表他们家将团的一个据点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建立之外，他们这个庙的一个所谓新建的过程中，那其实他们也把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心血也放了进去。伫地方士绅的见证之下，正式揭牌。市长黄伟綽进教场正常排版，庙门开后，代表集合堂百家将团延续原有的信仰，迈向重要里程碑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